7月丹那市洪灾过了到今呢，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啊。要毋过目前这台南七股甲嘉义路边的废气尾是还未清理煞，月底就是最后咧清运的时间啊。这基本是真怨叹，讲这公所呢一天是敢若派2台车，根本都清袂赴。目前七股的区公所是当咧建议讲，这清运要延长到11月底。 淡水高嘉义区的车路边，即阵还阁看到一堆废弃物，是咧都歹去家具木材拢蹲咧遐。自7月初，但那是风台重创以来，虽然3个月啊再后清运，也未完全好势。居民无奈讲，就算要拆要清，嘛清不完。那个里长讲他是有时间性，那个里长他要去那个公所申请，然后才可能一间这样去清就对了。对，所以还有很多都没有弄好。 因为这徛起拢是济岁人，精力能力有限，加上时势出外食头路，无法度长时间倒来斗3工清。这种民众伫网络发起本色分类行动，要招募志工来协助分类甲搬运。居民烦恼讲，公所逐工敢若2台清运车，清运速度根本赶袂赴，兼无人趁机会会来遮乌白道，甚至有人甲蒙牌嘛摕出来等。一乡镇会当车2台，伊就一个区清2台，你看要清到当去？ 啊，塞了就对啦，1块咧啊，7个区域本身啊足济来。安尼烦恼主要因为7个公所负责装卸收运到10月底，公所强调是1台车载2抓，一天不止2台清运车，准嘛延期要到11月底。真歹小原因嘛因为乡亲无分类，市府嘛表示陆续闹需求嘛是会当提出来。其实我们是希望区公所的这些暂置场能够在10月底前就关闭，避免很多不像民众认为它是一个弃置点，就可以随意把这个拆除的废弃物在那边做堆置。清洁队的部分其实就回归正常。那民众如果有这个拆除的废弃物需要载运的话，还是可以循正常管道通报。风灾所产生的废弃物，我们公所跟台南市政府一定全力来做一个协助啊，就希望说。 把所有的废弃物要分类清楚。市府强调会全力协助各区在后废弃物清除，呼吁民众爱分类，才通加速作业进度。那地方居民是毋望市府通加派人工参车辆协助恢复家园的原貌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